去年7月，伫新北市三重埔有一个28岁姓黄的警察，半暝伫咧巡逻的时阵，互一只驶正向的车甲弄死，而且这个肇事的驾驶黄国维也阁有食毒。今仔日一审宣判，这国民法官是甲判18当6个月，专案要通上诉。这受害家属的律师是感谢法官的判决，也毋过针对这驾驶迄种无要忏悔的态度，家属心肝也是真痛。去年7月，全国发生第一件执勤巡逻的警察，互颠倒向佮食毒赛车的查某人黄国维冲动，结果殉职的事件。事后，新北地检署照公众往来安全、致人以死罪罪嫌起诉黄国维。日新北地方法院做一审的宣判，黄国维被判18年6个月，会当上诉。有比我们想象的高。那其实也蛮谢谢国民法官，就是反映了全国的法感情。整体来说，最不能接受就是对于这件事情的不在乎，对于交通法规的漠视，还有整个过程理所当然的感觉，那这我相信对家属是蛮伤痛的。互警察的家属真痛心的，就是姓黄的警察伫咧殉职的时阵，敢若28岁，已经结婚，有一个后生，是厝内主要趁钱的人，却拄到食毒赛车殉职。过去新北市敢若伫咧网络公布食毒赛车、食酒赛车含拒测的累犯，即卖新北市交通裁决处第一摆甲这个累犯的名、头像含违规的地点公布伫咧各区公所、警察局各分局等公布栏，希望达到警示教育的效果。这摆公布食酒赛车含拒测累犯的名单拢总31个，敢若食酒食毒赛车第2摆都26个。赞成，就有贴才比较明显啊，才知道是谁啊。你都有就是犯法的想法了，被公布出来，你可能也不会去太在乎吧。希望可以提高民众对酒驾议题的关注，那可以达到一个警示跟教育的效果，来降低酒驾的一个发生。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表示讲，新北的公告是以涉及伫新北市的民众为主，若是外县市的民众伫新北违规，会发函予户籍地县市政府来处理。但是，甲违规名单公布伫公布栏，敢真正会当有警示的效果，降低食酒食毒赛车的发生率，搁爱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